倒佇咧門床頂耍手機啊，安怎困攏困袂去？困眠不只是休困，更是影響身心健康甲工課效率的關鍵。奇美病醫發起一起好眠8週挑戰活動，互正確的困眠觀念融入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。如何能夠在白天的活動裡面，那能夠有適當的運動，那同時能夠紓壓，能夠放鬆我們的壓力，晚上能夠好眠，那是我們這次活動的一個主軸。那歡迎大家到我們台灣生活形態醫學會的網站來參與這樣子的活動。困好好其實是來自每一天一點一點的行為改變。根據着這幾檔研究甲系統性分析，顯示規律運動甲日常身體活動，都會當有效調節生理節奏，提升暗時啊困眠品質，達到有動有睡就更健康的一個目標。比較不好的習慣，現在應該比較常見的是，我們晚上躺在床上會一直很煩惱工作這件事情。睡不着的話，我們會建議不要一直躺在床上，我們會建議你就離開床哦，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建立床跟睡覺是連在一起的，所以不要躺在床上煩惱。參與的人只要每一天簡單頓卡，配合每禮拜奇美病醫心理師團隊的實踐衛教甲社群活動，就會當互困眠品質進步。期間也推出抽獎機制，陪伴大家建立長久穩定的健康生活形態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